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伫行政院副院长沈荣金、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及台电副总经理等贵宾的共同见证下，群创光电台南三厂17号上午进行自设太阳能台电并联的启动仪式，预计一档的发电量达到788万度。身为用电大户，绿电政策实施以来，第一间以厂房的厝顶设置太阳能发电设备，并且率先并网的科技大厂。启动。好了，是我们刚刚挥手，来各位，此次非常顺利的台电跟群创光电在3场屋顶上面有6 MW 的顺利的启动。20年了，群创刚好今年满20岁。20岁我们都讲是一个人登滚要转大人的时候，承担更多的责任。那我想群创作为一个用电大户，一直以来我们希望的一个目标，推动的也是一个转型升级。我们喊出的口号叫 More than panel， 不光只是面板。所以我想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讲它别具意义？我们希望我们不光只是一个用电大户，也是一个绿电的模范生，一个领头羊的一个角色。里面的设备随便都是上亿的。那我为了这个绿电的这个设备几百万、几千万，或者达到多少的这个承诺，那万一造成这个结构上的安全是大家只踌躇不前的一个地方。可是我想群创的整个团队，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就是我们的总务团队，我们的环安的这个团队，克服了种种的困难。我们找到了一个方法，是用一个自重型的一个太阳能面板。那这个时候呢，其实群创所做的，我们设计的这个风速可以达到抗17级风，就是42.5 m/s。然后我们的这个耐震的这个抗耐震呢，可以达到625个 gal， 就是可以抗到7级。原先只能看到6级，那经过我们的团队不断的去演算、试算，用各种的模拟，再加上这个系统的优化之后，可以看到7级的地震。同时呢，我们可以的这个转电的转换的效率可以达到20% 以上。我想这个在所有的这个太阳能业里面，尤其是不管是半导体的这些厂房的里面，算是一个首创，也是最好的一个成绩。我很感佩我们洪董事长跟咱杨总经理的用心。可以做成我们这些科技业界在屋顶这些厂房屋顶来施设这一个太阳光电板，然后呢来跟台电并联，然后自用，这个真的是响应政府现在呢能源转型的一个政策。今天很高兴看到群创就用一个最好的一个沟通方式，因为我们的这个高科技厂商未来应该是台湾的护国群山，我们希望有这些护国群山关键型的产业引领世界、引领产业，但对于所需要的水跟电，却如果不能够供应的话，那是要逼得群山这个出走嘛。所以我相信在绿电的部分，我们一定会努力去做，但是一个前提就是必须跟地方多做沟通跟说明。群创光电积极进行能源的转型，克服高科技制造业烦恼的无尘室，厝顶设置光电的风险，伫个安全、耐火加高效，采用高规格设计。到去年底，太阳能的设置量达到8 MW， 加上这场6 MW， 总累积达到14 MW。甲22座的大安森林公园碳吸附的量相当，比完成并网的发电时间2025年搁提早3年，并调向2030年 RE20的绿色承诺。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社区大厦台港分校海尾地方宫结合台港12条村庙，推动大庙兴学，倡议公民书学运动，开办台港民俗文化班。由指导老师吴木成带领同学代表生涯志工，以及结合和顺各种台港社的探索实作课程，以公民书写行动，分工进行文献资料、产业调查，经过一学期的大查讨论，找找出台港先民开拓历史现场的文化路径。这张咱台港见证200年的这个拓垦文化路径古图，那么这是台港分校
台江民俗文化班的师生利用一档的时间落去调查咱这文献、咱这地图，而且搁落去行这田野调查。像和顺国中，咱有台江社，伊嘛是安尼做，所以来完成这张台江见证200年的这个文化路径古图。咱毋茫透过这文化路径古图，带大家熟悉讲，这较早海淀路100年前就有啊，这中溪路100年前就有啊。伫发表会现场，社区大学台江分校嘛邀请安南区长叶志明、安南区里长连辉、安南国中校长蔡家宏、和顺国中校长谢连阳、查三等囡仔振兴站博士、台江民俗文化班代表一同见证这个时刻。今年也适逢建庄量表演也刚好，我们预计在4月份或5月份会满20万人口，这两件喜事会同时到来所以我们来共同来营造这一个我们所过去的文化历史，把它找出来。从他的这个地图里面找到说他自己居住的地方在哪里，然后听到执行长讲说，以前原来这条路100年前就有了，然后他还会问说，我爸爸原本的故乡在哪里？然后那个村庄他说等一下聊，在这个地图里面没有写到，然后呢，它的位置在哪里？那以前原来台江大道原本以前是一个台糖的一个铁道这样子，这些可能他日常生活当中他可能都会经常遇到的，可是他都不知道这些历史的故事跟在这个时代的一些东西这样子。那我觉得透过这样的课程让我们孩子更认识我们在地的乡土的文化。社区大学台江分校为深耕台江本土教育，特别讨画日治时期昭和在当的古地图，同时嘛收集安南区公所、农会、海尾雕风宫的老相片，印伫台江见证200档文化路径地图，分送予安南区19所学校作为教育用途。也欢迎对地方文史有兴趣的朋友，会当到安南区公所、海尾雕风宫、安南图书馆索取台江见证200档文化路径地图，规划一撮有意义的文化之旅。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这边的菜组合有米糕、鲍鱼、鱼翅羹、甲卤猪脚等等，拢是年节应景的菜色，也是桂林兴盛团为了做公益，结合阿旺西所料理，加上用心贺名，相当喜气，要来送予区内较艰苦的弱势家庭食一顿青草。区长吴文贵表示，以过去伫后壁区的经验，正当伊就任就发起帮助弱势兴盛团。这回伫东兴工程的赞助，以及后市爱心协会甲建委公司的支持，发送1日6包，1包5000块的红包，都希望帮助弱势好过年。我们归仁的行善团爱心，特别是生聚啦生聚的郑董特别赞助我们30份的年菜咱看年菜其实非常的用心，咱是由归仁的中破西、阿旺西所长出希望用丰富的年菜来让我们这些弱势的家庭过一个好年，吃年菜过好年然后呢今年又有特别结合我们后世爱心会啦爱心，那每一里呢提供3万块，每包5000块的红包准备提供给各里的边缘户或弱势户啦由里长去发放所以在这里也感谢归仁的各界呢，一直以来都相当的有爱心，来营造我们归仁是一个有爱的城市。桂林公所并写的积极媒合民间的资源来做公益办理救济，这回更希望澎湃年菜甲红包，除了温暖民众的胃，嘛温暖民众的心，期待大家合力持续传播这款爱心，让桂林充满爱甲幸福的感动。台南新闻管制何秋芳采访报道。新年快乐！上礼送到厝，创世基金会公益活动得到永庆不动产理想高档的支持。今年由永庆慈善基金会董事吕启仁带领，亲自将年礼以及红包送到弱势家庭的厝内。创世基金会呢，第33届的韩式吃饱30，我们已经努力了33年。那从一刚开始30个便当到现在，我们全台就是的弱势朋友都可以得到创世的送礼，还有送红包。
那这些弱势朋友在过年期间呢，最需要大家的关怀。那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努力，创世这些年来的抛砖引玉，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参与这个活动，来为比较弱势的社会大众们来做服务。那我们永庆房产集团已经以去年来讲，我们在全台赞助我们创世的这样子的活动，捐款金额也达总共计算起来大概1400多万。那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更努力。我们会每年继续来支持这样子的活动。年礼大礼包非常的澎湃，有鱼阁有肉，一点都无凊彩。创世基金会致敬感谢状来感谢因的善心，希望透过因的抛砖引玉，呼吁更加侪人来斗阵做爱心。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追求美丽是人类的天性，从古至今，化妆品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近年，预防医学观念兴起，非开刀医学美容渐成风气，带动相关产品市场大幅成长。例如医美中心的成立，透过各式新兴技术与材料，让人们维持健康与青春美丽。此外，各种生医美容产品成长也是惊人，吸引许多生医材料与奈米科技等公司投入制造研发产品或原料，像小分子生态、胶原蛋白等。让生医美容产业成为国内最有前途的热门新兴行业之一。中华医师科大也看见医美这个庞大的潜在市场，特别增设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要培养新兴学子们进入未来可期的医美产业。人类都是爱美的，所以医美产业就如雨后春笋般的蓬勃发展。目前国内大概有4万多名的医师，其中1万多名就投入在医美产业，所以医美产业的发展远大于现在台湾人才培养的速度。那因此我们就成立了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来培养医美的专业人才。因为自己入学前比较喜欢化妆，然后也对这个科目有兴趣，之后也想要从事医美或者是美容师的工作，所以才会选择就读这个科系。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香香美美的，自从国中毕业之后，有看到中华医师科技大学有在教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那我对于医美类非常的有兴趣。那希望我之后在这个科里面能够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我们医美科老师都具有博士学位或助理教授以上资格，为这方面科系的翘楚。为了帮助同学提升实务能力，我们也购买了许多先进的仪器设备，包括像英波拉提多功能肤质检测仪、无针离子美容仪。为了同学这方面的技术提升，我们也建置了专业教室，像是化妆品调试教室、彩妆教室、造型教室、SPA 生活馆、医美技术教室、情境模拟医学中心，让同学具备强大的实务能力。透过我们华医的医美科系来讲的话，这种情境教学的模式，所以能够带给学生他们在学中做，做中学，更能够介入到我们实务的技能。为了让同学进入职场前具备专业能力，我们也和国内知名的医美集团或医美诊所合作，例如像艾尔利、益群、佐登尼斯集团等。同时，我们也在学期间培养同学专业证照，例如化妆品丙级、乙级、美容医学美容师、美容医学咨询师等，让同学在进入职场前具备高阶的竞争能力。就读我们医美科5专，前3年是免学费的哦，后面2年比照国立大学收费。实习期间，单位还会提供生活津贴，让您生活无虞。所以，5专医美选华医，许你直癌一生美丽。
嘉南大碗爸伫过年期间推出限量500地的新春福地，要来发送给民众。每一地拢有奖，上大奖的有5万块的礼券 iPhone 14、气炸锅顶，侪好礼。那今年台南大圆柏福袋，我们将采取现场排队的方式来贩售。那我们在大年初一的早上9点半，在1楼的大门口开始发放号码牌。那民众呢可以凭着这号码牌，以1000元购买一份福袋。我们福袋限量500份。那今年的福袋可说是物超所值。除了奖品以外，也阁有侪餐厅的餐券，每一地价值超过1000块。另外，大碗爸也甲鹿耳门天后宫等7间公庙合作，伫初1到初6期间，到大碗爸消费满额，就会当兑换7庙天官4号吉祥物，每一天是限量100份。鹿耳门天后宫也准备了一些小小的礼物，在新春过年期间呢，赠送给来这边的那个所有的朋友所有的善信对妈祖信仰的那个善信。今年的整个疫情状况应该是趋缓了所以民众今年已经恢复了整个买气。我们在看到说现在平常跟假日都有多达成长了大概2位数以上的一个业绩的表现，反映在我们的人潮上面出来。那我相信今年的春节对我们来说会是相当丰盛的一年。知名运动品牌也趁着年节期间举办特别会，为衫到鞋仔全部拢是5折，业者保证拢是当季的商品。另外来到地下街有侪年节礼盒，过年送礼唔知影要送啥物，拢会当来吃景。欢迎大家把握着机会来大碗爸求好康。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过年期间安排规家伙行出户外接触大自然，就是上健康的早春。其中尖山比度假村特别伫1月21到25，保留去年上受小朋友喜意的泡泡秀，加上气垫的亲子乐园，以及游鹅加气蛋体验等等，要让大小朋友规工拢耍袂完。我们度假村呢有准备了非常大型的这个昆虫乐园的气垫乐园，然后那还有以及我们一直都很受小朋友喜爱的一个欢乐泡泡秀，以及这个泡泡体验的活动，那以及我们那个现场也准备了这个旭山市集，邀请许多在地的摊商以及这个街头艺人来这边在春节期间每天都准备精彩的节目，来邀请这个亲子以及这个家庭旅游，那可以在春节期间初一初四的时间，那到我们度假村，让小朋友可以很开心的度过一个这个春节假期。那家长们呢也可以准备野餐垫，可以在我们现场的大草原上面来这个做自由轻松的野餐。那也这个在现场小朋友去玩，那大人就可以在旁边做放空，可以过一个很悠闲的春节假期。那也欢迎各位这个游客可以到这个晚上可以来留下来欣赏我们的音乐表演，那可以度过一个开心的春节。拥有丰富生态甲环境教育的度假村，为了配合市府推动月顶港定制等观光活动，民众伫活动期间只要取得相关教场的证明，就当享受标写大房6折、入门门票半价等优待。详细资讯会当从因的网站查询。台南新闻顾文吉何乔芳采访报道。一杯咖啡，展开一天的开始。是真侪人的选择。台湾中油看准乌景商机，伫真侪中油的加油站设立了来速咖啡，互民众伫等待加油的期间会当饮一杯。现在这项服务再升级，伫药瓶加油站的来速咖啡，除了会当坐了休困开讲吃咖啡以外，阁会当做面美容看画展。到我们中油这边来的咖啡店的消费者，我们也想要让他享受到咖啡的美味之外，也能立即感受到我们这个文化的气息的提升，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是不是去招一些艺术家的作品、文创品进来，让消费者一到这个空间来，除了喝咖啡，也能感受到说，还有一个文化气息的
提升。中有这个来树咖啡这个部分的多角化商品的合作呢，我们也跟文艺合在一起。那未来呢，我们的一些伴手礼呢，我会按照季节性的来树咖啡都会展示来卖。所以其实我们也做一些手作课程，比如说喝咖啡，然后免费做一些手作的课程。那再来就是说，来树咖啡呢，我们可以来树美容夫妇这个方式来合作。那未来我们在所有我们全省来树咖啡拓展到科技美容、生技跟文艺的结合。而这次来展览的画家嘛，非常的有看头。台湾中油首次邀请到台湾文艺院长王海峰艺术家的作品来设展。透过就是跟中油的合作，然后带动台南的地方观光推展，台南的文化，我们非常的开心。因为之前展览的时候呢，台南市公安局也帮我们做了一系列的，就是明信片。那用意也是为了推展这台南的观光，那这也是我们的初衷。王海峰老师更亲笔写春联，送予现场排队的民众，和真侪来吃咖啡的消费者感觉到万分欢喜，会当得到大数据的春联。上方医院合作赞。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2022青少年科技创意实作竞赛全国赛成绩出炉，台南市一个学校拢摕到非常好的成绩。山丘透过自创的仿生机械手、蓝牙控制机器人、自走车进行领步冲关，模拟虫的快速爬行，然后我们也有装上触控器，可以让他们互相撞击，然后让第一台撞击第二台的时候，就可以让第二台前行，然后尽量达到最快的速度。其中，台南市新华国中、昆山国小分别摕下国中组第2名以及国小组第1名的成绩。比赛过程长达4个月，学生利用下课时间来练习改进因的作品，同时培养学生的熟悉度以及问题解决能力。因为他们现场会遇到各种不同的状况，所以在平常训练的时候，就是要一直不断的这样尝试。如果他们能够在正式比赛的时候，他们所遇到问题，平常练习的时候都能够已经发生过了，他们就能够有办法直接解决。那当然一定会有遇到平常练习的时候没有碰到的，但是因为平常有习惯了解决问题的这个东西，所以他们会尝试去做。那学习到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一个现在教育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他们有学到了。我们青少年，我们的国小、国中的学生，在整个科技这个扎根的工作呢，我们真的是崭露头角。那我想这个部分呢，其实也是台南市市长非常重视的智慧科技力的一个培养的一环，因为我们从国小3年级开始，那每个礼拜呢至少就有1节呢，我们是用城市的设计还有科技的这个融入教学，那么希望能够从小扎根在 AI 的时代。我们孩子未来的一个竞争力。AI 时代来临，台南市积极培养学生在课程当中扎根学生的资讯科技能力，透过这些比赛，不但检验学习成效，同时展现学习成果，期盼学生会当继续努力，为台南市取得好成绩。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位台南车头正对面，这栋地上14层、地下3层的国宾大楼，有徛家毛商店做生意，人员进出复杂。完工以后已经38档，因为算是台南的门面，所以当政府有自主更新的补助案以后，就将该大楼列为优先对象。只是大楼有631户，要同意将外观整修，确实无简单。伫营建署、市府甲社区3方面的努力，总算为大楼打造全新的面貌。其中委托等各界贵宾嘛拢到场参与完工落成典礼。我们看到很多地方，下了火车或出了车站，在新竹车站、在台中车站、在其他的车站，看到车站前面，其实车站前面的市区是最老的市区，因为车站刚刚开始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就开始建设但是问题是随着岁月的流转，慢慢市容的中心，市容的这个新的建筑物一直盖起来。那所以说原来的旧的建筑物，那尤其像我们国宾大楼这样复合式的大楼、综合的大楼，住户很多，业主很多，那每次要开区分区分所有权人管理会议的时候，都很不容易开成。为什么？因为太多人了。很多人都甚至在外地，所以说要整合大家的意见很困难。但是也感谢我们张主委还有我们都发局，还有许多我们在地
议员跟里长的关心，能够让这个台南市的这个门面，这个进出的门面这个部分也都终于能够完成。会中都化局长表示，只要建物处龄20栋以上，有成立管委会公务大楼，而且同意参与自主更新计划社区住户超过8社以上，拢符合申请条件。另外，规划费的补助对50万起跳，工程补助则是总工程费的4/5作为上限。市府接到国宾大楼的成功个案，嘛呼吁民众只要老厝有相关的需求，都会当卡06-278-5239来咨询。台南新闻顾文吉和乔邦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